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9章。耶路巴勒的囝阿比米勒去示剑伊的母舅兄，对因甲伊的外公全家人讲：请恁问示剑的证人，看是耶路巴勒70个囝统治恁，还是一个人甲恁统治较好？恁嘛着带念我是恁的骨肉。伊遐个母舅就将这个话讲互示剑的人听，因就拥护阿比米勒讲，伊是咱的兄弟。因对巴勒比利土的庙摕70个银仔互阿比米勒，伊就用这个银仔请一寡匪类来缀伊。伊去俄弗拉因老爸的厝，将伊的兄弟，就是耶路巴勒的70个囝，拢杀死伫一块石盘顶。只有耶路巴勒的煞尾囝约坦有走去灭，无死。示剑人甲伯米勒人拢自执，伫示剑上树边仔的条上遐设立阿比米勒做王。约坦一个听到这个代志，就去徛伫基利心山顶，对示剑人大声发讲：示剑人，着听我讲，上帝就会听恁。有一遍，树仔要设立一丛树做因的王，因去甲橄榄树讲：请你做阮的王。橄榄树应因讲：我哪通停止生产，互上帝甲人得到阳光的油，去伫恁的顶面点位。这个树去甲无花果树讲：请你做阮的王。无花果树应因讲：我哪通停止生产我甜搁好食的果子，去伫恁的顶面点位。这个树去甲葡萄树讲：请你做阮的王。葡萄树应因讲：我哪通停止生产，互上帝甲人欢喜快乐的新酒，去伫恁的顶面点位。这个树对刺皮讲：你做阮的王。刺皮应因讲：恁若真正要设立我做恁的王，就来我的阴暗下，互我保护。若毋，火就会对刺皮发出，烧毁黎巴嫩的碧香树。恁若诚心实意设立阿比米勒做王，若照耶路巴勒为着恁所做的公道对待伊甲伊的家，我的老爸捌无顾性命为着恁交战，叫恁脱离米甸人的手。恁今仔日竟然攻击阮老爸的家，伫一块石盘顶杀死伊70个囝，搁设立伊女婢的囝，恁的兄弟阿比米勒做示剑人的王。恁今仔日若真诚公道对待耶路巴勒甲伊的家，我祝恁甲阿比米勒拢欢喜快乐。若无，愿火对阿比米勒发出，烧灭示剑人甲伯米勒人。愿火嘛对示剑人甲伯米勒人发出，烧死阿比米勒。约坦因为惊伊的兄弟阿比米勒，就逃走去密地边呢，住伫遐。阿比米勒统治以色列3年。上帝派歹神去伫阿比米勒甲示剑人的中间，互示剑人背叛阿比米勒，来报应阿比米勒，因为伊杀死耶路巴勒70个囝，嘛报复示剑人，因为因帮赞阿比米勒残害伊的兄弟。
示剑人反对阿比米勒，就伫山顶埋伏，像所有经过迄条路的人。有人将这个代志甲阿比米勒报告。以别的囝加勒甲伊的兄弟来到示剑，示剑人拢信任伊。因出去向年收葡萄、打酒庆祝，伫因的神庙也食也啉，咒诅阿比米勒。以别的囝加勒讲：阿比米勒算啥？咱示剑人是甚物款人？哪着服侍伊？伊不过是耶路巴勒的囝，西布勒不过是伊的部下。咱着服侍咱示剑的开拓者哈末的后代，哪要服侍阿比米勒？遮个人民若互我指挥，我就会甲阿比米勒消灭。伊就甲阿比米勒呛声，加派你的军兵出来输赢。市长西布勒听到以别的囝加勒的话，非常生气，就暗中派人去甲阿比米勒报告，讲以别的囝加勒甲伊的兄弟来示剑，煽动城内的人反抗你，所以你甲你的部下着透暝出发，伫野外埋伏。日拄啊出的时，你着赶紧攻城。加勒甲缀伊的人出来攻击你，你着全力对付因。阿比米勒甲伊的部下暝时出发，分做4队，伫示剑附近埋伏。以别的囝加勒出去，徛伫城门口。阿比米勒甲伊的部下对埋伏的所在出来。加勒看到遐个人，就对西布勒讲：“你看，有人对山顶落来。”西布勒讲：“迄是山的影，你煞看做是人。”加勒阁讲：“看咧，有人对悬的所在落来，阁有一队对米欧尼上树的路过来。”西布勒对伊讲：“你捌讲阿比米勒算啥？咱哪着服侍伊？你讲的大声话伫倒位？这人敢毋是你藐视的人民？等你着出去甲因交战。”加勒就带示剑人出去，甲阿比米勒交战。阿比米勒对入加勒就逃走，死伤的真济，倒甲满世界，一直到城门口。阿比米勒住伫阿罗马，西布勒赶加勒甲伊的兄弟，毋准因踮伫示剑。隔日，示剑人出去野外，有人甲阿比米勒讲，伊就将伊的部下分做3队，埋伏伫野外。看到示剑人对城内出来，就起来攻击因，杀因。阿比米勒甲缀伊迄队冲进前，站伫城门口。另外迄2队直直冲去野外，杀死遐个人。阿比米勒规日攻城，伊攻出迄个城了后，杀死城内的人，甲城拆毁，搁夜盐伫顶面。住伫示剑城楼的人听到，就走入去扒掠比利土庙的地穴。有人甲阿比米勒讲，示剑城楼的人拢集中伫一所在。阿比米勒甲缀伊的人就拢上撒文山。阿比米勒手举斧头，插一支树蛙，举伫镜头顶。伊甲缀伊的人讲：“我安怎做，恁着赶紧缀我做。”所有的人就拢插树蛙，缀阿比米勒去到地穴遐，将树蛙贴伫迄顶面，
放火烧，尸检城楼的人拢死，男女大约1000人。阿比米勒去到提比斯，伫遐扎营攻取迄座城。城内有一座坚固的城楼，城内的人无论男女，拢走去遐，关门上楼顶。阿比米勒来到城楼的门前，要放火烧城楼。有一个妇人将石磨的顶面座弹落去，弹着阿比米勒的头壳，弄破伊的头壳碗。伊赶紧叫替伊掠军器的少年人，甲伊讲：背倒甲我刣死，才免人讲我互查某人刣死。少年人就甲伊插死。以色列人看到阿比米勒死，就拢倒去逐个人家己的厝。安尼，上帝报应阿比米勒对伊的老爸所做邪恶的事，就是刣死伊70个兄弟。上帝嘛报应示剑人所做拢总的歹事，耶路巴勒的囝约坦咒诅的话，拢照安尼发生。